佢喺上海出世，文革期間佢參加過紅衛兵，又有被抄家嘅經歷。文革、紅衛兵、抄家，喂，用呢啲字眼嚟介紹一位佳麗，就算放喺1995年啊，你肯定都會覺得好炸裂、好離譜，係咪？而呢位咁離譜嘅佳麗，就今日我想講嘅宮雪花。中意食老藕嘅朋友，今期有福啦！我間中煲老藕。90年代嘅香港，選美幾乎係全民盛事。而喺呢場年度收視大戰入邊，亞視始終都係俾大台撳住嚟砌。最陰功嘅時候，亞視甚至被打到得個位數嘅收視，導致千禧年嗰陣呢直接停擺咗2-3年。但係1995年嘅呢一屆亞姐呢，亞視就出咗奇招噃，佢哋首次放寬咗年齡限制，真係下至幾歲嘅細路女，上至80歲嘅阿婆都唔放過。結果報名嗰日真係嚟咗唔少新鮮嘅面孔，有未夠稱嘅學生妹，比如只得15歲嘅陶安人啦，有30幾歲嘅大姐姐。不過所有人嘅焦點加起嚟啊，都比唔上呢位最震撼嘅參賽者，47歲高齡嘅宮雪花阿姨。宮雪花小姐，18號宮雪花，宮雪花原名江國玉，1948年出生喺上海。根據網上未經證實嘅說法，話佢後生嗰陣因為走私黃金坐咗2年監，放出嚟之後呢，佢本身係想去從事演藝行業嘅。但係咧自己冇人脈冇平台，於是咧就想曲線入圈，先去參加選美，打出個知名度先，之後再揾機會。不過呢，當時候80年代啊，國內根本就冇選美比賽，於是咧佢輾轉去咗法國，1個月後參加咗喺當地舉辦嘅華裔小姐比賽。雖然佢年紀已經去到36歲，不過佢強大自信嘅氣場使到佢豔壓群芳，最終奪得冠軍。之後喺法國當地，佢認識到法國駐上海嘅一位翻譯官。兩個人好快墮入愛河，結婚生仔。不過呢，來也匆匆，去也匆匆，兩個人因為性格不合，好快又離婚咯。之後呢，佢就帶住個仔定居香港。嗱，一直到1995年啊，佢仲係懷住一顆進入娛樂圈的心。當佢睇到亞姐首次放寬年齡限制嘅時候，佢係想試下參加呢個比賽噃。不過呢，其實就算年齡不受限，一般呢種選美比賽呢都唔接受已婚人士參加嘅。但係好玄妙嘅係，當亞視得知一位47歲嘅中年婦女嚟參賽嘅時候，亞視就好想捉住呢個話題嚟炒作。於是呢，佢哋決定網開一面，對於宮雪花結婚與否嘅問題呢，佢哋係咁應對嘅。同記者講，你哋去問律師啊！我哋而家所有嘅嘢都交咗俾律師樓啦。咁律師樓如果你哋係有文件查到佢出世紙或者結婚證書，你哋就交俾律師樓。即係話，其實亞視係知道佢結婚嘅，但係當唔知。任憑啲狗仔隊幾犀利啊，斷估都唔會刮出人哋屋企嗰張出世紙同埋結婚證啩。咁其實亞視咁做呢，依家睇翻都幾衰噶。因為媒體從官方度攞唔到料，就將槍頭對準宮雪花。佢每一次接受訪問，媒體就一定會問佢結婚嘅問題。亞視其實係將呢個壓力完全俾晒宮雪花，所以宮雪花日後接受訪問嘅時候啊，講翻呢段歷史佢都喊啊！好抵死嘅係喺準決賽嘅嗰日，佢哋又將呢啲問題拋翻俾宮雪花。你叫咩名啊？我叫宮雪花。你有冇結過婚啊？而家仲未喎。哇！遲啲唔知，而家未。會啊！你有冇生過仔女啊？梗係冇啦！你睇我咁 fit。你 keep 得好啫。生過仔女 fit 咁啊哦。你有咁但係仲尖鋭？你有冇坐過監？梗係冇啦！梗係冇。你睇我咁正派，係咪？哇！屌你亞視真係為咗搶收視，完全唔理宮阿姨死活噶噃。而且喺比賽嗰日啊，司儀姐嘅歐錦棠一開口就。宮 Auntie 你好，雖然人哋係老，但係你咁樣叫人呢，確實係會令到人尷尬嘅喎。其實睇多年後嘅採訪啊，都係睇得出宮雪花其實係好介意，同埋好唔 like 呢兩位主持嘅。歐錦棠，第一個叫你 Auntie 公，嬲唔嬲啊嗰陣時？我話俾你聽，你咧就唔可以用歐錦棠嚟比嘅，因為你嘅水準咧已經係遠遠超過咗。你嘅水準係宇宙最強。準決賽佢順利入圍咗最後10強。節目播出之後呢，47歲嘅高齡亞姐迅速佔據咗各大媒體嘅頭條。唔係講笑啊！當年對於選美一啲興趣都冇嘅我，無論喺電視定係報紙上都會見到宮阿姨嘅身影。嗰時候我真係好 Q 煩佢嘅，完全 get 唔到佢吸引力喺邊。而且當時嘅媒體呢，好多都想爆佢結婚參賽嘅事，但係苦無證據。另一方面，宮雪花言行舉止都非常之出位，媒體大多數以嘲笑居多，時不時仲要爆出各種猛料，例如話佢曾經坐監之類嘅啦，搞到烏煙瘴氣。而喺另一邊，無線都開始有啲慌啦噃。
據龔雅伊自己講，無線曾經揾過中間人出價100萬外加3部電影嘅合約嚟買佢總決賽嗰日呢冇出現，呢個係咪堅嘅唔講住先啦。面對咁樣嘅條件，換着你係龔雅伊，我估計你肯定都唔會應承嘅。大佬呢期上緊位噶嘛，一個唔覺意又攞埋冠軍咁就唔同啦。進入娛樂圈有亞姐個朵，似乎更容易啲喎。到咗總決賽嗰日，佢先白頭籌攞咗個最受傳媒關注獎，氣勢十足。總體嚟講，我覺得佢嘅表現係 OK 嘅，除咗口音問題有啲扣分之外，咁最後龔雅伊有冇攞到亞姐冠軍呢？嗱，而家好多營銷號話嗰一屆嘅比賽，龔雪花爭啲擊敗楊恭如。對此，我淨係想講，吔屎啊你！其實嗰一屆嘅亞姐，只要評判唔係慢嘅，就一定係會選楊恭如噶啦。講句難聽啲，從日後嘅發展嚟睇，楊恭如去參加亞姐真係俾亞視執到啦。從初賽開始啊，楊恭如就人氣爆棚，現場觀眾嘅投票環節喺好多佳麗只有10幾票甚至幾票嘅情況之下，龔雪花係69票，而楊恭如係73票啊！最後連斬包括冠軍在內嘅4項大獎，可謂實至名歸。不過呢，講真嗰句，楊恭如2場比賽落嚟嘅舞台表現真係好一般，個人認為係比唔上龔雪花嘅。但係佢勝在夠靚咯，而且選美呢啲嘢，其實大會都係想選個形象好、氣質佳又冇咩緋聞嘅。喺呢方面，楊恭如真係完勝龔雪花。至於亞軍黎淑賢、季軍黎思嘉，我覺得都係實至名歸，佢哋當晚嘅表現都唔差，所以龔雅伊當晚只入圍咗最後5強，同埋攞咗個安慰獎咁大把。其實憑借住亞視知道佢結婚生仔呢一條啊，亞視都冇可能俾佢入到前3名噶啦。喂，你閂埋門自己知就好啦，萬一你攞咗名次，仲要俾人踢爆造假，咁呢亞姐以後都唔使出嚟行啦。亞視都只係想利用佢嘅人氣炒炒啫，一個願打一個願挨。不過諷刺嘅係，亞視後嚟真係出過事喎。1997年嘅亞姐冠軍朱燕珍就被爆出已婚參選啊！亞視呢次呢係真係唔知道嘅，激到亞視即刻將佢剔除咗冠軍嘅頭銜。講翻龔雪花呢屆嘅比賽呢，嗰晚嘅收視呢最高曾經去到31點，爭少少打敗無線，但係其實都已經好犀利噶啦。對於冇入圍前3甲，龔雪花梗係唔爽啦，話早知攞咗人哋100萬算鬼數。雖然冇攞到名次，但係亞視都係同佢簽咗約。嗰2年佢依然出盡風頭，好多晚會通告都係揾佢，時不時佢仲會爆出一啲金句。後來佢仲拍戲啦，我比較記得嘅就係佢飾演穆桂英之大破天門陣入邊嗰個蕭太后。嗱，呢個角色呢，我直到後來啊閱讀兩宋歷史嘅時候啊，都會覺得龔雅伊影得幾好嘅，似乎真係好貼切呢個歷史人物。仲有《三國啟示錄》呢個節目嘅早期，佢曾經都搭檔過馮兩老一齊主持，唔少觀眾應該仲會記得。之後隨住亞視嘅式微，龔雅伊就往其他地方發展啦，拍過比較出名嘅作品，包括《家有仙妻2》同埋《康熙王朝》。甚至後嚟仲拍過情色片喎，哇！邊個咁重口味去睇啊？再之後呢，我淨係喺一啲電影入邊見到佢客串，其實過咗咁多年，我估好多人都已經唔記得咗佢咯。唔知道你對佢呢位史上最高年齡嘅亞姐，仲有邊啲記憶呢？歡迎你喺評論區寫低佢。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啦，拜拜。